新竹关系有一对长茶师傅彭少芬，长茶系40年嘞。佢专业迎合如果幸福伊，伊还是一对艺术家喎。伊用伊汉家的树叶同木爱嘅人看切开来，再个兜兜放来，竟然都做出一张张嘅甜美味，用嘅行道从正经嘅腔样。原来万世嘅时节，为到保护佢阿伯，也录下有香美味来弄出嘅。彭少芬几年的同美味腔下，连水母路腔下喎，自然对美味有个慈美观察同感情。做甜美味以营造人欢喜，研究很盼的提倡给人创作展，很多没来去。啊，你看他那投影投过来，那真的就像一条猫在底下。啊！客家人讲的哈，鸟上树啊，歇后语啊，唔上后啊，他是恭维一个人，他又不直接跟他恭维这样子。例如讲rằng跳上树嘅鸟歌從轉見容呢，這些嘅展出就30條鳥歌，但跳嘅容呢都冇形容。鳥嘅自信係好明白。唔係啊，擬人化，擬人化嘅。南地客嘅兩條鳥歌可以來當相好，城區嘅兩條鳥歌都唔啲嘅相處。就剛好在政黨輪替的時候，惡鬥啊，兩黨在惡鬥，它真的於利益啊，這個可以象徵國家利益，對。好，寶箱，這個可能是帶藥香的之類的，裝炭，放那個煤炭的香炭。廣東鳥歌，彭少芬就講述嘅故。我小時候啊，我是跟貓睡在一起的，它就在我枕頭邊，它先鑽進那個被裡面，你知道嗎？會暖被，它會在暖被啊！哎呦，有時候不小心一躺下去，那貓被我們壓到啊，它就跑走，氣死了，它會起來就氣死了。而家讓老鳥歌腔下，彭少芬老鳥歌嘅先刀歌殺到準。貓大部分的時間它都是躺着，它唔大概甩毛下度。因為我印象跟苗水木是係咁嘅，佢將手骨頭變到咧跳那行嘅。除係專會看到眼中心，強行有個春丹見，除咗家族冇強弱嘅容額。還有懶懶的攤在那邊的，或者悠然漫步的，或者是在警戒的，各種貓的這個狀態，它都能夠用它的這個。創作者的情思去投注在那個對象上面。天內行了幾條出場戲，唔都好韓國社行嘅走出來歸情嘅鳥歌，烏東行推派見，你也想唔到幾多會啲俩係世界人種病菌，照片上時幾多會啲奶，出跳打造出來嘅。單件的作品的時候，趙哥已經捕捉了非常多的貓的當下的姿態，那個姿態是一種狀態，那是非常不簡單的一種把握。彭少芬200008年開始，用魔鬼嘅戲劇場冷片來做聽鳥歌，就好出蝙蝠俠自家看條，大幫兩擺展覽作品完整呈現，讓他能發現得到地圖嘅潛味。我就第一次看到，也是覺得哇，可以做廢物利用，很厲害。而且我第一次進來的時候，就是突然想到很像一個那個電影場景，就宮崎駿動畫的電影場景。他沒有把它做得很細緻，但他就是有把他的像耳朵啊，就是一些那種神韻是有做出來的。像角落有一個那個貓咪，然後它熒光在就像是一隻貓咪，然後要跳躍的那種感覺。對，它是有那種動的感覺。造型創作者其實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那個概念性的東西。我說概念性，它不是排氣管，而是一個帶着一個長長的、細細的圓管子跟一個粗粗的管子的造型，所以它這時候它就會對應到貓的姿態、身形。有咩研究啊？有建築鋼筋啊，有隻底座係連來剎車盤。你後來會講歐鳥記啊，就黑貓姐，她很得意哦。他走得很高雅，很優雅，這樣子走，那家來去啊。為咗眼到用唔錯嘅冷片，就係專為彭少芬係隻介長茶嘅師傅，喊師傅下苦，為中途出入出以後長茶嘅。那一檢查啦，倒模皮啊，快啲過題目啊。วันนี้ก็檢查來電批兩道，一張就係4十件，揾下來嘅東西，自己可以來，解釋動就解釋到。從個引擎角
哈，就係排氣管啦，你嚟調體啦，咁買廢鐵是3-4 克，又係5-6克，下好價半7-8克我冇咯。哎，太多哦，買冇8個錢，因此利用講解，哎，遲到用得咯。你家咪在做嘢呢？係啊，你家咪在做嘢呢？一排氣管嗎？伫對山才會解，冇用嘅人見到微博，彭少飛看到乜解就乜解。摩托車嚟啊！哈，我你下來做苗啊！你要看下體型啊，它的姿態、靈態，看你下兩每塊塊，因此在那每那切下來。建造建挑戰，有嘅用嘅土地幾解弄許多。苗冇嘛參與呢，他永遠唔係從腳行去流哈，個表情動作，苗唔係，苗永遠很優雅，你睇到苗動優雅，很像貴婦咁樣。哎呀，哎呀，呀，要上行路嗎？啊？一做一分析，除從老正經嘅牛嘅啲嘅講話。一隻腳咯，耶，點鳥吼，開步走。好，安樣嘢，安樣是要長嘅啊。你咪有幾間全部表情。係啊，我看幾條係乜嘅，當悠閒嚟又係喵啊喵，佢都喵看到人，真是唔讓人互動。就屬意就視頻，老做成個世界對鳥嘅感情做出作品。彭少飛講，鳥嘅唔是做個挑橋，有時空間不可能自家欣賞。你做藝術嚟嘅東西哈，你就隨心所欲，你自家做乜嘅牽，你唔會描上到樣板，你自己走啊。一個觀察造型的眼光，啊，然後他才有辦法去把不同的物件的造型去。拿過來應用，然後去創造出自己腦中要的那個造型，那這就是藝術家的工作。兩冬天，彭少飛出聽鳥歌，還取了一種冇強壯嘅東西，佢個簡單嘅冷片，佢都會想到天真的麻法。我做一下黑美人，啊，其實咁簡單，佢怕醜怕醜些嘅東西，啊，然後個腳頭，還有一下是紗料。我三張咧是來組合一家嘅像嘅黑美人樣。讓這些嘅冷片到彭少飛嘅手紅，佢留佢當用心嘅做出各種作品。雖然唔係正經當潮，不過留佢嘅新刀哥做到沙沙惡腦。武術藝術家留用唔錯嘅鐵哥，本佢做嚟新生命。佢講講嘅歌，萬乃都係藝術。